到的。最后一首歌，我教你们一起唱。现在还有一首啦，一直讲最后一首到底几首了，我搞不清楚。真的，我累了，我要下去了。我替他们已经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了，够了，2个小时了，很久了，顶东客运都没有了。我等下开卡车载这些人回去呢，变部落少年，部落青年，明明我就是偶像。好，那知道我是谁吗？对啊，差点讲郭富城呢。郭富城，试试看。好，我是谁？到底是怎样？你们？旁边那个是谁？那个始源，说跟不要闹了啦！讲话讲多了。教你们唱阿美族的歌。阿美族歌很简单，一个人领唱，然后其他人搭唱。搭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一句，然后会给领唱的人力量，这样。这是学者讲的。对，然后我教你们，你们只要只会那一句就可以了。我先唱哦。这就是大家唱的。哦海洋，咿呀哦海洋，哦海洋，咿呀哦海，好多字哦。哦海洋，哦海洋，咿呀哦海洋，8个字嘛，最简单的嘛。开始学了吗？拜托一定要啦，拜托你。啊海洋那咿呀哦海洋这。咿呀哦海洋，海洋，哦咿呀，哦海洋，咿呀哦。后面的朋友让我听到你们声音。海洋那咿呀哦海洋，哦海洋，咿呀哦海洋。不要放弃自己，好不好？要听到自己想要唱歌的那一份心情。来，台东就唱歌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自己啊！海洋那咿呀哦海洋在，哦海洋咿呀哦海洋，海洋哦咿耶嘿洋，哦海洋咿呀哦海洋，海洋那咿呀。Yeah.
董明伦，来！谢谢，我是史密，我会加油的，拜拜。